午安，大家好，我係風水樓王陳貴龍。我帶大家嚟到嘅數碼港咧，我拍好多營煞上面嘅一啲嘅情況。我背後呢度咧，啱啱咧就有一個地盤喺度做緊建築。咁你會見到咧有啲挖土機啊，即係有啲即係建築嘅動作喺度。咁我哋話咧，我哋一般嚟講嘅坊間嘅人士咧，要了解呢個叫做動土煞。但係動土的確係成煞嘅，但係動土咧，我哋都要分開兩種，即係甚至三種唔同嘅階段。其實我哋咧就喺動土煞嘅議論咧，我哋係最驚佢挖泥嗰一刻，即係意思話你個土夫我哋係平整嘅，氣係橫溢於地面之上。但係當我哋話咧個地氣受破壞，即係舉例譬如話咧，我哋要即係向下挖，而係咧嗰個嘅地咧就開始咧就下方咧就全部係破壞晒啲地氣。咁個環境之下咧，就正式嚟講咧，就係最嚴重嘅動土煞。呢個就為第一階段。動土煞咧，亦都可以講係有第二階段嘅。第二階段就話咧，當佢平整嗰個地基之後，即係舉例去嗰啲地下室啊、地下嘅停車場建築好晒之後啦，當個地面平嗰隻咧，就進入第二階段。第二階段咧，就氣係會走運行啊，但係個土仍然係破壞咗嘅。咁個環境之下咧，佢嗰個殺傷力咧就冇第一階段咁高。所以第二階段嘅情況出現嚟咧，仲有分到第三階段。第三階段咧就可以講話間樓建築嗰個時期啦，嗰個破壞力又會更加輕微。所以話咧，啱啱我身後呢個位置咧拍到咧，佢喺度進行緊個挖地嘅動作，同埋建築個地底嘅呢個工程。所以咧，佢個破壞力咧係達到極致嘅。關注風水嘅朋友，如果你自己嘅周邊嘅陽居嘅附近有呢啲嘅挖土嘅動作咧，就一定要做一啲化煞嘅準備。或者係知道佢挖土嘅力量咁大咧，我哋係得而避之。以上咧就今日拍咗呢個短片俾大家。如果你對於風水上邊嘅情況都需要關注嘅話咧，不妨多啲睇我嘅 YouTube 啦，我嘅 Facebook， 我 Facebook 都有一個叫做黃樓指南原地嘅群組，希望大家第時可以加入嚇。亦都有我嘅網站咯，亦都有唔同嘅玄學班我有招生嘅嚇。大家不妨多啲關注，多謝大家，我係風水樓王陳貴龍。